香港今年失業率升到3.7%，除咗飲食業、建造業同樣係重災區，最新失業率達到7.2%，引起外界關注，質疑係咪因為請咗過多外勞，影響本地勞工就業率。香港建造商會會長廖勝鵬星期四喺電台節目中話，建造業失業率上升係因為轉用高科技嘅施工方法。因為近年咧，我哋施工方法咧，就有個比較重大嘅改變嘅，因為而家多咗好多屋，尤其是政府嘅樓宇啦，即係譬如好似房委會啊、房協啊嗰啲，佢哋都係用咗啲模組化嘅建築方法嘅，即係用 MIC 啦咁。咁 MIC 咧，其實嗰個成個結構咧，都喺國內組裝咗㗎啦，然後就運落嚟，咁就我喺香港就做安裝同埋整合嘅，咁。當然就因為咁咧，對釘板紮鐵啊、現場施工人嘅需求咧會減少咗啦。廖勝鵬認為適當輸入外勞有助工程順利推展，亦話而家輸入外勞淨係佔本地工人3%，只有低技術工人受到衝擊，話工人需要多啲學習新技能幫助轉型。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思傑喺同一節目中話，建造業工程開工量懸崖式下跌，預計出年失業率情況會更加嚴峻。佢同意施工技術嘅科技發展係潮流，認為工人需要增值自己，但亦都話輸入外勞確實會影響本地工人。依家失業率升高咧，主因係因為咧嗰個私人工程量嗰個急劇下跌，令到我哋嘅勞工市場就冇咗一大橛。但係嗰個輸入外勞咧，絕對係對我哋工友嘅流動係有影響嘅。因為我哋啲工友咧冇嘢做嗰陣時，正常情況下佢可以去政府工程嗰度做下啦。咁依家政府工程充斥晒索咁多嘅外勞，工友流動唔到，所以咧嗰個失業率升高咧，我諗同即係輸入外勞都有一定嘅影響。